奇怪，阿甲姐姐讲今仔日要来找我佚佗呢。哪袂来？阿狗，过来啊！阿甲姐姐，你总算来啊！你哪才这些物件哈？这是啥？这吼是批哦，你有看嘛？是啥物批？敢讲是生日快乐卡片？阿甲姐姐，你今仔生日哦！祝你生日快乐！阿狗，我生日是11月，而且你去年搁帮我庆祝呢。敢讲你拢袂记得？我想起来啦。若毋是你的生日，哪会遮济批？到底是要叫啥的哈？这拢是寄互你的批哦。哇，遮济批都是要互我的哦。对啊，阿狗你毋是足想要交朋友的，所以伫咧4月囡仔这时阵，咱特别伫名册顶悬征友，邀请小朋友写背互公司第一台阿狗批通互你哦。哇，你若遐大心哈！遮济人想要甲我做好朋友哦。对啊，阮这边总共有收到40张批哦，有为台北来的，为宜兰来的，佮为嘉义来的，佮有一间国小帮着的文治国小全班做伙寄互你的哦。哇，安尼我足欢喜的呢！那安尼，我伫全台湾拢有好朋友啊！那安尼，阿甲姐姐，咱即马敢会使来看批啊？袂啦，伫咧看批进前吼，咱要先来抽奖，咱来抽20个小朋友送礼物互因哦。好，我上介意送礼物啦呢。咱的礼物有啥哈？咱的礼物有这阿狗出境会牌呀，佮有 DIY， 佮有锁匙圈啊、大钻，佮有非常了不起的便利袋，别个所在拢无哦。哇，足澎湃的呢！安尼来紧来抽奖，我要甲圣诞老阿伯同款送礼物予小朋友。阿甲姐姐，你准备好啊未？好啊，阮即摆已经甲所有批分做1号到40号，咱即摆爱为内底抽20个号码哦。你伫咧倒位哈？你真正看无吼？我看无呢。安尼就交互你来抽奖啊哦。好要紧哦。对啊，你来紧好，我开始啊哈。好，你来。1号，1号，3号，3号，7号，7号9号，14号，哇，对，39，哇，这大张的，39号。这20张批就是得奖的小朋友，恭喜哦！恭喜，拍拍啊！无得奖的小朋友嘛袂要紧，恁的心意阿狗拢收到啊哦。对啊，大家拢是好朋友。安尼阿狗，咱就当来看批咯。看批哦。伊问一个足古锥的问题哦，伊讲阿狗，你的阿嬷是人还是狗？阮阿嬷，对啊，阮阿嬷当然嘛甲我同款啊，拢是狗。哦，伊佫有一个阿狗哦，而且足古锥，佫是立体呢，立体阿狗。真古锥呢。这是阿嬷写的。我感觉伊足想要熟悉阮阿嬷的。再来是这张，伊讲阿狗你好，伊叫做阿星，伊今年4岁，我上介食苹果，伊上介食香蕉，佮有啥物咧？你今年几岁？你上介意啥物工课？你为啥物无爱穿鞋啊？涂骹足冰的呢？伊足介意亲子共读，佮有画人、画叶、画花。你上介意啥物咧？祝你平安，希望会当收到你的批哦。这是阿星写的。来，咱来一个一个来甲伊回答。好。伊上介食香蕉，佮有啥物咧？我上介意食香蕉，佮红菜头。红菜头，小朋友你敢介意食红菜头咧？像我那红记记啊，就有营养的哦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7岁。7岁哦，哇！安尼你比伊个较大汉。就我大汉一岁啊。大汉一岁啊。
啊，你上介意做啥物工课？我上介意去出任务啊。出任务就会当做足侪无共款的工课，对，会当体验足侪物件的哦。去看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代志。对哦，嗯，安尼你为啥物无爱穿鞋啊？我安尼感觉较舒适啊。是啊，嗯，啊，你介意啥物物件？我介意大家拢介意的物件，我毋捌看过的物件，我拢介意呢。啊，你看过的物件，你就无介意哦。我看到我拢介哦，意哦，你看着你看你，有介意？我即摆伫看你。哎呦，足鄙视的，那你遐介意？我嘛足介意阿高的哦真是。的哈，阿高，你有介意阿星无？有呢。阿星嘛有画图足古锥哦。哇，我感觉赞的哦。好，再来后一张是这，哇，拢写台落呢，足厉害的。伊我这讲字足多呢。对啊，伊讲伊叫做阿武，嗯今年7岁，伊就介意看阿高出任务。哇，伫轻体司机员迄集，阿高本来4点就要去甲司机阿文去顺铁机路，结果敢若紧张起床，阿高困过头，我感觉真好笑。我5岁小妹心武嘛就介意阿高出任务看恁的节目，下骹是伊画的，今朝阁有阿高送互恁哦，伫遮。这哇，是伊小妹的画。嗯，阿高，你哪会困过头？啊就最爱困呢。好啦，毋过轻体的司机员真正足辛苦的呢。是我足透早就爱出去啊呢。我4点就爱起床。我靠，暗摸摸呢。对啊，所以大家拢足辛苦的，爱体验无共款的职业哦。对，好，再来是这张伊是画图的，来看卖伊画啥物哦。看卖看卖。伊是一个立体卡片，伊安尼拍开，就会有阿高安尼跳出来。哇，超厉害的呢！足厉害的，对啊，哇，足够真是会跳出来呢。后壁嘛有哦。哇，你是画一个阿狗，佮有金蕉伫遮，哇，那会遐厉害，足古锥的。哇，刷来，这张是足闪拍的阿狗。哇，真是是呢。对啊，佮有酸椒呢。哇，伊的目睭佮是酸椒，哇，足古锥的呢。完全金色是，这是阿乐画图，有够古锥的。阿狗，你有介意无？好有介意呢。伊佮有一个爱心伫遮有啊呢。哦，跟你这共款，拢是爱心，粉红色的。阿高，你看到有遮尔一个小朋友写批互你，你感觉安怎？哇，当然是世界感动的呢！想袂到有遮侪小朋友介意看我甲金蕉出任务呢，啊，阁有小朋友拢介意讲台语，啊，阁有唱歌跳舞呢。哇，有大家的爱心，我感觉精神百倍，随时拢会当出任务啊哦！是哦，安尼咱明仔载就来出发咯。啊，好好，大家继续支持公司台语台，阁有收看阿高出任务，阁有咿呀哟哦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！啊，甲姐姐，快紧来包礼物啦！好，进来。每位都开始包。